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Neo，一個將讀書研究到好似開外掛嘅學霸姐姐。今日同各位家長傾下，點解你一見細路用 AI 做功課就會驚到唔知點算好，或者乾脆放手俾佢自己亂嚟？我見太多家長一係就極度抗拒 AI，一係就完全放飛，兩種極端，正係踩中教育地雷嘅快車道。AI 絕對唔係用來取代思考嘅工具，而係你輔導功課嘅神隊友，同引導細路思考嘅副駕駛。但如果你當 AI 係自動駕駛，以為俾足指令就可以瞓覺，咁遲早會行入坑。研究指出，過度依賴 AI 嘅真正風險叫認知卸載。當細路習慣直接複製貼上，大腦入面構建知識同核對事實嘅過程就會停擺。最終變成一個盲目自信，但解決問題能力極低嘅應聲蟲。咁應該點樣正確引導？第一，帶細路實測 AI 嘅底線。你可以同細路用 AI 認物件，例如影張相問 AI 隻熊仔少咗邊度，結果通常係認唔到或者亂咁答。呢個過程會令細路即刻明白 AI 只係學咗數據規律，根本冇真正嘅理解力。第二，徹底改變提問習慣。當細路想問咁樣啱唔啱，你要即刻叫停佢，反問翻佢：你呢個答案邊度嚟嘅？邊個講嘅？如果換第二個做法，又會點？與其俾個答案佢，不如用問題引導佢諗深一層，咁先係真正嘅學習。第三，重複嘅嘢交俾 AI， 判斷力留翻俾人。大膽用 AI 做第一輪批改，但最後嘅判斷同複雜嘅評價，一定要留翻俾你同細路一齊傾，咁就唔單止慳你時間，更逼到細路行出舒適圈，經歷必要嘅努力掙扎，真正鍛鍊獨立判斷力。教育嘅本質從來唔係阻止新工具，而係教下一代點樣同工具共存並保持主導權。記住， AI 可以做你嘅輔助，但最後決定點做嘅一定係你自己。今晚陪佢做功課，試下抽走一步提示，再同佢一齊玩下找錯處嘅遊戲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高效率嘅學習方法同實用工具，幫仔女輕鬆讀書，建立獨立思維，記得關注或者訂閱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